我老婆要演我眼騰騰啊，好煩啦！怕煩廣東話時間，今日我要學咗廣東話啦。平日你講啲咩嘢啊？咦我眼騰騰。What does that mean？ 咦騰騰，有點像你們台語的碎碎念是嗎？碎碎念，對，碎碎念的意思。碎碎念就就這輩子嘮叨。說來說去就是一樣的話，一直很嘮叨不停的感覺。其實昨天呢，就是我忘記我們講什麼，然後我就會說媽都幾個咦騰騰。咩嘢啊？你講好快啊，唔知道講乜嘢啊？那現在給你一個情境題， OK， 像你剛剛工作回來，很累咯，然後呢，你一回來我就在那邊說，你在打電動，不要再打，整天只會回家只會打電動。可以幫忙洗個碗嗎？啊，我老婆要演我眼騰騰啊，好煩啦。係唔係啊？你唔使啊，演我眼騰騰幾格格，都係一樣嘅。差唔多嘅嘢。我廣東話好犀利係唔係啊？係。